Hello，歡迎返嚟初中街課。咁今日咧同大家嚟一啲新鮮少少嘅嘢，等大家咧唔好有一個沉悶感啊。因為之前咧一直喺度講星曜，同埋上一次咧又講咗一啲宮位剋制，可能大家覺得有啲茫然啊，即係有啲聽唔明我想講乜嘢。咁我亦都擔心呢個問題。咁呢度咧同大家嚟一個實盤操練，咁啊直接帶一帶呢個命盤嘅 SOP，等大家亦都清晰其實點解我哋我講嘅每一個步驟其實有咩鋪排或者有乜嘢目的。首先呢一個案例呢係嚟自秦瑞新老師嘅一個印度占星學家，佢俾嘅一個案例嚟嘅，係佢自己親自睇過嘅一個盤。咁我按照呢佢發生嘅事件呢如實咁樣用一個紫微斗數盤去同大家反映翻。咁首先呢，命盤嘅 SOP 呢有下面4個步驟。如果同學記性唔好嘅話呢，你哋可以用紙筆呢喺筆記本度抄低。首先第一樣嘢，我自己個人呢度我要講下，我哋呢去睇一個 SOP 即係流程啊。我哋喺睇盤嘅流程裏面呢，其實每一個人呢個習慣都唔同，尤其是呢到你慢慢有經驗之後，有經驗嘅意思唔係淨係睇你自己個盤，係你真係遇到過一啲陌生人，一啲你唔熟悉嘅人，你去睇佢個盤嘅時候，去得到嘅一啲經驗，你慢慢每個人呢都會摸出佢自己嘅一種習慣嘅。譬如有一啲人佢會先睇星曜，有一啲人可能先睇四化，有一啲人可能習慣性先睇人哋父母六親。每一個人嘅方式其實都會多少會有少少調整，但係我提供俾大家呢，就係我自己最常用嘅一個思路。咁陣間最後先講俾大家聽呢個盤主究竟發生過一啲乜嘢明確嘅事件。第一步我會先由佢命宮嘅星曜去切入。第一樣嘢我哋都會見到啦，因為紫微斗數係中文字，我哋會見到廉貞破軍。咁破軍我哋目前未講到，好，咁我哋先 ignore 咗佢，我哋先講廉貞。廉貞呢，一曜姓難名，書上面一直都強調呢句姓難名嘅意思呢，就包括喺我身上，我都覺得真係好難解釋俾大家聽。我都諗咗好耐點樣去講廉貞星，但係我真係講唔到，於是最後呢，我只能夠用2個盤俾大家去感受。廉貞破軍嘅人呢，其實我整體嘅感覺，我覺得佢哋嘅感情呢係比較豐富，同埋其實佢哋一般呢都係比較在意屋企人嘅。可能呢樣嘢呢，大家會有啲跌眼嘅，點解嘅？其實我都唔係好知點解，但係廉貞同破軍呢，呢一個組合，尤其是廉貞星坐命嘅人呢，其實佢哋係好在意同親人之間嘅關係噶。呢一點呢，佢哋隨時俾嗰啲咩太陽星啊、天機天梁星啊、天同星啊嗰啲呢，其實有過之而無不及嘅。即係如果講到孝順呢2個字，即係會孝順媽咪、孝順爸爸呢，其實我覺得首當其衝做得最好嘅一定係紫微星。紫微星好多時呢係真係好錫自己個媽咪嘅。呢個係好奇怪嘅一個特點嚟嘅，呢啲冇辦法啦，大家可能要死記硬背，或者大家要生活中去遇啲案例先會記得。但係紫微星呢，就往往係同爸爸關係呢，就相對呢比較差啲，但係同媽媽嘅關係呢，就相對呢係比較親密啲，或者呢，就算佢把口喺度講佢媽媽點樣唔好，但係其實佢個心裏面呢，其實係好肉緊自己個媽媽嘅，即係關係未必親密，但係佢個心裏面其實係錫嘅。同埋紫微星嘅人呢，對邊個衰都好呢，佢都未必會對自己嘅父母好衰，所以紫微星呢，佢哋就係本身就帶有呢一種所謂嘅孝順特質喺入面。咁子午廉呢，本身係一個系列嚟嘅，武曲星嘅我唔會用孝順去形容佢啊，因為佢哋太財迷啦，佢哋對錢呢可能真係睇得比較重。但係我亦都冇乜聽過武曲星嘅人會對自己嘅屋企人有攻擊性。佢哋對外部可能會有攻擊性，或者佢哋會小氣、會孤寒、會計較錢，唔出奇。但係佢哋對家人呢啲呢就真係冇乜可以講嘅，甚至乎廉貞星其實亦都係一樣。咁我哋呢一個星系一個星系咁樣去睇呢，會發覺子午廉呢個系列嘅人，其實對父母呢，其實往往都係 OK 嘅，尤其是係對一啲自己有血緣關係嘅親人。咁啊，命宮星曜呢，我會先切入廉貞破軍。咁啊，個性格就比較難以去理解啦，同埋感情又比較豐富啦。因為淨係睇星曜呢，其實真係講唔到啲咩噶。好啦，順帶我哋會睇埋佢嘅三方。遷移宮有天上文曲祿存 OK， 你見到三方有祿存，你就會知道呢個人其實對錢呢會唔會在意？會在意，所以呢，佢經常會諗點樣賺錢，會諗點樣儲錢。
因為祿存星咧就會賦予咗一個人咧中意儲藏嘅特質啊，即係好似咧嗰啲動物冬眠咁樣樣啊，臨過冬啦，我要食好多好多嘢，如果唔係我驚我連呢個冬天都過唔到。所以點解祿存星佢會安排喺擎羊同陀羅嘅中間去夾住佢？兩空星點解要係左右夾佢？夾佢原因就係話俾佢聽，呢個世界係充滿危險嘅，你要學識積谷防饑，你要學識未雨綢繆。所以祿存就會俾人一種不安感，對錢嘅匱乏感。有匱乏感，佢就會去追求，佢就會去儲。通常咧就會有呢個特質喺入面。咁我哋睇到啦，可能對錢方面呢，或者對物質方面會有一定嘅佔有欲同控制欲喺度嘅。第三樣嘢，你見到佢有文昌，你要注意呢啲文昌星呢，其實會令到一個人呢，佢個語言表達能力咧，同個思維能力咧係會增強，甚至乎學習能力、理解能力咧，其實相對咧都會有幫助。尤其是因為一個人咧說話言語嘅表達咧，其實同佢個腦咧轉得快唔快，同埋啲嘢入得快唔快、入得多唔多咧係有關係。咁文昌文曲咧，明顯地對一個人喺一個人身上咧，喺呢啲區塊上面對佢哋係好有幫助。尤其是你見到有啲小朋友咧，好細細個咧講嘢，可能語言表達能力不足嗰啲咧，就可能其實係文昌文曲星咧有化忌啊，或者有啲自化忌情況出現咗，甚至乎係有啲自沖啊等等。咁佢哋可能個表達能力咧就會不足。其實佢唔係諗唔到，但係佢有時係表達唔到。但係如果文昌文曲個狀態係好嘅時候咧，尤其是遇到啲化科啊、自化科嘅時候咧，其實佢嘅語言能力係好順暢啊，即係你講一句佢駁你10句，有少少咁樣嘅情形啊。所以小朋友其實識得駁嘴咧，往往係代表佢哋聰明。連駁都唔識駁你咧，其實係可能第一佢諗唔到，第二佢反應唔到。咁文昌文曲咧喺呢個時候就可以咁樣去套入。好啦，咁然後你睇一睇佢財帛宮有零星天馬，咁你會知道啦，佢呢個使錢方式呢，或者佢呢個人對金錢嘅價值觀呢，其實可能唔係太穩定，有啲浮動，因為有天馬喺度。天馬本身就係代表一啲唔穩定移動嘅嘢，但係你唔可以話佢嘅價值觀係四馬地啊嘛，成日跑動噶嘛，你咁樣講就唔邏輯，所以可以理解為佢對錢嘅觀念其實唔係好固定，唔係好穩定，即係佢可能好睇隨機事件去決定佢對錢嘅價值係乜嘢，即係佢講咗算。因為天馬本身呢，就係一啲唔穩定嘅嘢嚟嘅，尤其是喺價值觀嗰方面。然後你會見到財帛宮有紫微七煞，有一個科星喺度。其實七煞星搭紫微星呢，係我個人認為呢比較高嘅一個格局嚟嘅。即係紫微星有好多雙星組合，但係呢，佢搭到七煞呢，同埋佢搭到貪狼呢，其實我覺得都係唔錯嘅。其實破軍都 OK 嘅，但係我覺得紫微七煞呢，相對呢，佢常見呢創業家同埋成就比較高嘅人呢，比例上比較多，所以我個人呢，就有一個印象就係覺得啊，紫微七煞呢，好似即係個膽量同個計謀並存嗰種感覺。即係如果齋七煞坐命呢，其實我坦白講啦，我覺得七煞嘅人比較一條筋啲嘅。但係當然呢啲說話唔可以公開講啦，因為公開講呢，嗰啲七煞錯命嘅人多數一定會跳出嚟反對佢哋，因為佢哋唔會認為自己係一條筋嘅，佢哋都認為自己好醒目。但係其實七煞嘅人係好一條筋嘅，好英勇嘅，即係一個頭撞落埲牆度同你講，喂，嗰度有個釘啊，你唔好撞啦，唔係你撞咗先講啦。七煞就係咁樣嘅人，即係有時俾佢撞得啱嘅，咁佢咪可能起咯；撞錯咗嘅，咁啊人生又跌一跌咁樣，咁啊比較英勇得滯。咁如果加翻少少紫微星呢，佢會比較去將佢拉翻下少少，即係有啲嘢你度一度下，你諗一諗啊，你俾少少城府啊，俾少少計劃喺入面啦。咁所以紫微七煞我個人呢，覺得個格局係唔錯嘅，尤其是當佢坐命宮或者紫微七煞喺官祿宮嘅時候就更加好。which is 命宮係武曲貪狼嘅人，或者命宮係紫微七煞嘅人，其實我覺得都係 OK 嘅，即係好多都係見到係一啲創業或者自己做自己嘢嘅人比較多，甚少係肯去幫人哋打工。廉貞破軍亦都係嘅，廉貞破軍呢，我見過有一啲係從事一啲衫嘅設計嘅設計師又有，跟住做 IT 嘅又有，所以呢，佢就冇一個固定話一定對方係咩職業，甚至乎我見過有個廉貞破軍嘅女仔呢，好細個嘅啫，依家都係90幾年出世，跟住佢就依家已經係揾緊差唔多10幾20萬一個月嘅。咁佢係幫人哋做資產管理嘅，喺香港一啲金融公司。咁當然佢哋係唔問呢個金錢嘅來源啦，大家明白我意思啦。唔理對家佢個金錢嘅來源係黑係白，總之呢，佢哋就係負責去揾客，揾到呢個客翻嚟，你就擺低錢俾我哋幫你去投資，佢哋就賺佣金。咁10零萬20萬一個月其實係好合情合理嘅事嚟嘅，即係你稍為願意出去社交下，喺
喺呢個金融圈裏面多啲打滾呢，其實要賺呢個錢呢，對佢哋嚟講就唔困難。咁其實話就話打人工要返工啫，但係其實大部分時間佢都係出面跑嘅，即係見人啊，各樣嘢啊，飲飲食食啊。等等呢，咁其實都某程度上我哋都可以理解為係一種自己創業嘅現象。咁廉貞破軍我哋大概呢摸到佢個底色係咁樣樣，咁佢嘅天上星會係遷移宮啊，所以呢破軍星嘅人呢對宮一定係遷移，破軍嘅人呢其實冇樣睇嘅，你唔好話哇破軍係破耗，呢個人睇佢個樣一定係破耗爛身爛世。其實真係唔係咁嘅一回事咯，其實反而破軍星錯命嘅人呢係比較有貴氣，最主要原因係因為佢遷移宮喺天上，佢睇落係彬彬有禮，可能你會覺得佢手腳動作有啲慢，好斯文，好有禮貌，但係你完全估唔到其實佢命宮係破軍嚟噶，其實佢諗嘅嘢可能同佢表現出嚟嘅可能唔係太一致嘅。天上星嘅人呢睇落一般特點就係冇攻擊性，平和斯文，可能節奏比較慢。彬彬有禮，一樣一樣嚟，1、2、3、4咁樣嚟。我哋唔好急，溫和啲，即係佢會有呢個特質，但係呢個只係佢浮面嘅一個特質嚟嘅。但係實質上佢內部呢，其實可能都會有一啲情緒洶湧嘅問題啦。因為破軍感情都好豐富，屬水嘅星曜感情都係好豐富。咁呢度未講到破軍呢，咁我就唔再深入帶住。好啦，再嚟就睇到佢官祿宮係武曲貪狼，咁武曲貪狼呢，主大主貪。亦都可以主呢非法，因為武曲貪狼本身係主一啲道德界線比較低嘅嘢，尤其呢六親宮位如果見武曲貪狼呢，通常呢可以論同父異母兄弟姊妹，亦都可以論呢個人道德界線比較低，或者道德感比較低啲，因為呢，當人呢對錢嘅慾望呢放到無限大嘅時候呢，佢有時呢，佢就可以放棄咗好多人同人之間嘅情，亦都可以放棄咗好多人同人之間嘅一啲該守嘅一啲道德底線。因為道德呢，其實同財富呢，其實本質上係有少少矛盾嘅。因為如果你要有大財富嘅話呢，基本上係唔可以太道德嘅。簡單啲嚟講，咁所以武曲貪狼呢，其實係一個富局。係一個代表好大嘅一個有錢嘅意思，尤其是呢，你會常見到呢個宮位呢，一係呢就自化忌，一係呢佢就變咗係一個叫做自化祿同自化權，永遠都係一齊嘅。只要佢坐幾干呢，佢呢度一定係自化祿自化權一齊嘅。所以基本上武曲貪狼如果遇到自化祿自化權喺呢個宮位嘅時候呢，你已經可以斷定呢個盤局呢，其實佢唔會太窮嘅，但係佢人生個起落呢，一定會比較大，因為武曲貪狼係代表好大膽啊。佢呢個人嘅官祿宮就係佢嘅做事方式，佢嘅 lifestyle 等等。佢係冒險犯難嘅嗰一種傾向嚟嘅，而且自化權同祿走埋一齊呢，傾向呢個人大膽而且樂觀。佢大膽得嚟，佢未必係險中求勝，佢係我好願意去 take 呢個 risk， 我唔驚嘅，嚟啊搏啊！最緊要我搏一搏，單車變摩托，即係佢可能會有呢啲心態喺入面。而且佢自化祿呢，佢又有一定嘅運氣。佢可能有一啲好處俾到佢，因為自化祿亦都係一個日出嘅觀念啊，即係亦都係代表話我唔會缺嘅啦。總之事業方面呢，佢唔會缺工作嘅，你唔需要去睇呢啲盤型嘅人擔心咩冇嘢做啊，唔知做咩好啊。佢哋自己會揾生機，佢哋自己會揾出口嘅，因為佢哋個野心呢，一般嚟講係真係非常之大，根本冇需要人哋去擔心。其實你唔使擔心佢未來嘅，你放手俾佢自己發展呢，基本上冇乜大問題。咁呢個係第一個 step，命宮星曜命三科我會全部睇晒。咁呢個盤呢，貴人星稍為比較少啲啦，得一個文昌。另外如果大家仔細啲呢，其實你可以去掃一掃佢其他宮位嗰啲星都得嘅，但係呢，喺最初階嘅時候，我覺得唔需要去到咁複雜化，咁你可以先去睇咗呢三方。好啦，第二步驟呢，就係要睇佢新年四化嘅分佈。咁新年四化分佈呢，喺呢個時候呢，就顯得非常重要。我呢個人可能我比較宿命論啦，又或者我有少少悲觀啊，所以我呢成日都係睇忌先嘅。我睇到佢個忌喺天澤宮呢，我就知道呢，呢個人呢，佢原生家庭裏面呢，可能就會存在一定嘅煩惱問題。我哋保守啲啊，煩惱問題，而且係太陰忌，可能呢同佢媽媽方面會有關，或者同佢屋企某一啲女性嘅六親呢會相關。咁呢個太陰忌亦都係可以理解為呢個忌可以為你帶嚟一啲煩惱，或者佢經常呢會產生一啲問題呢，令到你不得不去花好多精神、時間、精力喺呢個區塊度。即係有時忌呢樣嘢呢就好奇妙嘅，有時唔係我哋想去理佢啊，即係你話。
我唔想理佢噶，我想 ignore 佢噶，我根本就唔想去處理佢啲嘢，但係佢硬係要呃到嚟我面前呢，俾你一種罪惡感，就係你唔理唔得噶，你唔理我唔得噶，你唔理佢唔理呢個宮位忌呢個宮位嘅嘢呢，佢自己呢個人呢會囉囉攣同埋周身唔舒服嘅。咁忌呢經常俾到人呢，就係會有一種咁樣嘅感覺。咁當你見到佢忌落入田宅宮有天同太陰嘅時候呢，直接可以理解為呢，會唔會佢嘅原生家庭裏面或者佢家族裏面有一啲唔成熟嘅人，或者一啲女性相關嘅人，甚至乎直接理解為天同啦，就係一啲比較性格唔成熟嘅人啦，或者後輩啊、晚輩啊，比較年輕嘅人啦，性格比較依賴，從而帶出咗一啲煩惱俾佢。而佢一生人嘅煩惱都會喺呢個忌裏面出現。咁佢人生最煩嘅時間呢，往往就係坐忌嘅時間。咁你望一望佢個時間歲數，大概32到41歲。好啦，咁心裏面有個底啦。32到41歲呢個時候要小心啦。呢個田宅宮呢個忌呢，可能喺呢個時候呢就會反映出嚟啦。咁好啦，第二步就我哋去望一望祿啦、權科啦，嗰啲全部都要去望一望。咁佢祿又喺邊一度呢？祿同權喺一齊嘅，喺疾厄宮。好啦，咁有時候呢，我哋當佢祿權呢落入咗疾厄宮嘅時候，我哋可能冇辦法去解讀太多。我哋第一層，我哋先當佢係疾厄宮睇。祿同權喺疾厄宮，權係代表呢個人好動，或者呢個人呢精力比較旺盛。通常權喺疾厄宮呢，呢個人呢都會比較中意喐動嘅。咁祿喺疾厄宮呢，常見啊，大部分情況下可能呢個人比較肥胖，或者比較容易肥，容易去長肉。咁喺大運裏面呢，都係一樣嘅睇法。當你大運呢，疾厄宮見到祿嘅時候呢，最簡單嘅講法就係你呢個運呢會越嚟越肥。但係當然啦，你去論斷呢樣嘢對現實生活冇乜幫助，所以通常呢，講同唔講呢就好睇個人嘅。咁祿權喺疾厄宮嘅時候呢，你第一層你係會見到呢個人比較好動，容易肥，同埋呢擎羊火星喺疾厄宮。疾厄宮係一個人呢比較內化少少嘅一種裏面少少嘅一種情緒，同埋我哋外人未必睇得到嘅一啲情緒嚟。佢未必會對住所有人發出嚟，佢有時可能自己閂埋門呢，自己先會表現俾自己睇。當事人呢，佢自己心中有數，但係呢，外人未必睇得出。當佢擎羊火星都喺疾厄嘅時候呢，其實呢個人係會內耗嘅，同埋呢，佢嘅脾氣其實係唔好嘅，佢好容易炸嘅。但係問題佢呢個炸呢，佢真係未必會對住外人去表現出嚟嘅，因為佢唔係喺遷移宮嘅擎羊火星，亦都唔係命宮嘅擎羊火星，外人真係未必可以感受得到佢喺咁內耗，即係咁裏面內化嘅一種特質。咁所以當你見到擎羊火星咁多空星喺疾厄宮嘅時候，你會知道呢個人嘅性格脾氣呢，必定係有一啲我哋不為所知嘅面向，或者有時呢會轉牛角尖等等。其實佢一定係存在呢一啲問題，但係佢自我消耗，佢未必傷害到人哋。因為疾厄宮係一個屬於自己嘅一個宮位嚟，佢對外部係冇乜攻擊性，佢唔會搞到人哋。咁所以點解亦都解釋咗，當大運行到疾厄宮嘅時候，佢嘅健康會出現問題，就係因為呢個人佢可能性格上一直有一啲嘢去懸而未決啊，未解決啊，或者當佢遇到困難、遇到唔順利嘅時候，佢自己去攻擊自己。其實咩叫癌症呢？癌症其實就係一種好異常嘅病，就係當你基因異變產生出嚟一啲細胞自我攻擊，自己嘅細胞攻擊翻自己啲健康嘅細胞。其實呢個係一個用喺人身上，其實都係一樣邏輯啫嘛。點解人要自我攻擊啫？有啲人佢攻擊梗係窗口對外啊，你攻擊人哋。但有啲人呢，專係攻擊自己嘅，其實就同癌細胞一樣嘅道理。咁所以疾厄宮點解有咁多兇殺星嘅時候呢？就係代表呢個人可能佢要處理就係佢一啲內部思維嘅問題。就係當你遇到憤怒或者唔如意嘅時候，你學識點樣去處理自己嘅情緒，呢個亦都係佢哋嘅功課之一。咁當然亦都見到啦，呢度有祿嘅話，亦都係代表一個好處。咁疾厄宮有祿有咩好處呢？唔通肥啲有好處，或者食多啲嘢有好處啊？你又唔可以咁講。咁去到呢個時候，我哋就要嘗試去轉太極點去睇。我哋首先睇到嘅疾厄宮，佢會係兄弟宮嘅官祿宮，就係可能兄弟嘅事業可能會多元發展，從而為自己帶嚟某程度上嘅好處。我首先會見到呢樣嘢啊。不過呢，大家要關注一下，因為呢度有擎羊火星啊，所以如果我哋以兄弟宮為太極點呢，你會發覺兄弟宮嘅官祿宮有祿有權呢，係第一的確係好事，但係有擎羊火星呢，佢嘅事業可能係踩鋼線嘅，或者佢經常做一啲高風險嘅事，可能隨時係叫做刀口舔血嗰啲感覺啊。
即係你係有祿有權啊，你係有錢又有權利，你係可以做得唔錯，但係問題係點解你個工作睇落好似咁投機同埋咁危險嘅？好似隨時做得唔好就會俾人捉咗去坐監或者打靶棒棒咁，有啲咁嘅感覺喺入面嘅。因為擎羊火星本身係好兇嘅，咁佢整體感覺呢就會俾人好似險中求財啊，好踩鋼索啊。就算係創業，就算係做生意，即係呢個兄弟嘅官祿啊，兄弟嘅財帛，sorry，佢賺嘅錢可能都係一啲好高風險中去得翻嚟，但係佢個財運可能其實係唔差嘅喎，因為兄弟嘅財帛宮其實係有祿同埋權嘅喎。sorry， 呢度修正翻，啱啱講錯咗，係官祿宮，係兄弟宮嘅財帛宮啊。兄弟嘅錢財或者佢嘅價值觀可能係有一種樂觀，但係亦都有一種冒險泛濫嘅感覺喺入面。好啦，我哋再嘗試去轉一轉，睇下仲可唔可以睇到更加多嘅嘢。疾厄宮又係田宅宮嘅乜嘢呢？疾厄宮係田宅宮嘅官祿宮，即是話房地產嘅投資位、房地產嘅交易位。田宅，如果我哋以佢做一個房地產嚟睇啊，我哋唔以佢為一個家族嚟睇嘅話，亦都可以理解為家族的事業。假設有啊，假設你家族有一啲傳承咗幾十年傳落嚟嗰啲事業，咁你就要睇疾厄宮家族嘅事業有祿有權，但係擎羊火星，可能呢個生意曾經好輝煌，但係越嚟越難做，越嚟越難做，困難重重，風險重重。如果有家族事業的話，如果冇家族事業，咁你可以理解為呢個田宅可唔可能係一啲同房地產土地有關嘅嘢，或者房屋啊，我購買嘅房屋啊等等，房地產嘅交易位。好啦，呢個人可能佢會買到好唔錯嘅樓，但係呢層樓可能個環境附近會後天出現一啲好多麻煩事，令到你呢層樓呢為你帶嚟好多煩惱同麻煩。因為呢，佢雖然有祿有權，但係呢個盤弱點就係在於呢，佢祿權所在嘅位置呢有雙殺星。咁就變咗呢個人就算攞到好處呢，其實都有一種踩鋼索嘅感覺，因為祿同權本身走埋一齊呢，其實係一件幾好嘅事嚟嘅。但係擎羊火星喺隔離呢，喺度搗亂啊，就變咗呢件事好啊，我同你加啲難度啊，我同你搞啲麻煩小人出嚟啊，我同你揾啲風險性出嚟啊，我同你喺周邊做啲麻煩嘢出嚟啊，即係就算係一間屋本身好地地嘅。本來交易買賣可以好好嘅，可能佢周邊嘅嘢都好值錢嘅呢間屋，你等住佢升值就得噶啦，地皮。點知呢？佢隔離呢，可能突然間又出現咗啲大型事故，可能發生咗一啲大型嘅嚴重嘅唔知乜乜乜事故咁樣，就令到你喺呢個交易裏面，甚至乎喺個房價一個升幅，土地越嚟越值錢嘅情況下，就產生咗好多好多嘅困難。好多好多嘅風險，你要去處理、去面對、去解決，你覺得壓力好大，就好似有好多小人喺度搞你咁樣。咁呢，我哋可以從幾個角度去判斷。而我自己呢，有時呢就會揾少少靈感嘅，或者要透過呢同個盤主傾開幾句偈，慢慢深入嘅時候呢，可以更加確定呢個田宅宮嘅官祿宮可以應啲乜嘢。因為咧佢有好多個象可以去認，即係你可以當佢係兄弟嘅財帛，你又可以當佢係田宅嘅官祿，甚至乎你亦都可以當佢係官祿嘅田宅。咁啊，你事業嘅地址喎，咁咪即係你間 office 咯，亦都可以係代表你開鋪頭嘅話就關鋪頭事咯。咁啊，好多角度其實可以切入去睇，但係佢有祿有權喺度呢，亦都係代表呢，佢經常可以喺呢個宮位裏面呢，其實係攞到甜頭，或者可以攞到一啲好處，因為佢畢竟係祿，佢亦都可以代表多，但係佢亦都呢係需要為呢樣嘢負責任，因為權係代表一種壓力、一種責任，變咗呢，佢其實個膊頭上呢，亦都會因為呢樣嘢呢而感覺到係有壓力，我要去為佢負責任，我係辛苦嘅，但係呢，佢都俾到好處我，就會有一種咁樣嘅感覺。好啦，科嘅話呢，一般呢，我哋認為係名譽啦，或者認為係貴人方。咁如果科星當佢入咗喺一啲祿親宮位嘅時候呢，你可以直斷。咁嗰個祿親呢，可能其實對你都有某程度上嘅幫助，或者佢可能有時會俾多啲指引你係你嘅貴人。舉例話你科係兄弟宮咁樣，咁你可以話你兄弟係你貴人，或者媽媽係你貴人。但係財帛宮呢，佢並唔係一個本質上佢並唔係一個祿親嘅宮位嚟嘅，所以呢，科喺財帛宮呢，只能夠代表呢個人呢，佢對錢呢
可能佢會帶某一種保守喺入面。咁呢個盤呢，奇怪就奇怪喺呢個地方啦。你會發覺呢，佢嘅價值觀呢，或者佢對用錢嗰方面呢，其實有某一種保守同埋計算喺入面嘅。因為科其實係代表一種反覆同埋一種計算嘅嘢，就係我會諗，我會度，我會計。尤其是紫微星呢，佢本身都會諗得比較多。咁佢嘅財帛宮，你當佢見到係有科會計算計較嘅時候，但係佢嘅官祿宮又見到武曲貪狼，又咁大膽咁衝，又咁勇於去作戰，咁勇於去畫大餅，或者自己個野心好大嘅時候，你會發覺呢個盤呢就出現咗一個矛盾點，就係呢個科呢會將佢嘅格局拉低。其實科本質上呢，佢唔係唔差嘅，但係科呢喺呢個時候呢，我覺得係壞咗佢嘅格局。咁點解我會咁樣去解讀呢？因為凡係殺破狼格局呢，其實佢哋唔太中意科星嘅。因為殺破狼嘅格局呢，最大嘅優勢就係在於呢，佢哋乜都夠膽死、夠膽做、夠膽試、夠膽搏。但係你如果無緣無故你去加個科星俾佢呢，就變相呢，佢可能你話佢要面子怕輸又好，你話佢諗得太多又好，你話佢細膽又好，乜嘢原因都好，總之加咗個科星喺入面呢，會令到佢望而卻步。即係佢個心好大，即係眼高手低啊，所謂嘅把口講出嚟或者諗嘅嘢好大格局，我要點樣做，我要畫到個餅幾大，但係隻手呢，出手其實就好撈嘅。即係呢樣嘢係船頭驚鬼，船尾跟住又驚賊，跟住咁樣做呢，又驚有是非啊，咁樣做呢，又驚踩界，可能要投入成本嘅嘢呢，又會驚呢個成本太大會輸。咁所以我個人呢，會判斷呢，如果殺破狼格局呢，甚至乎呢啲雙星殺破狼啦，三方一劍科嘅話呢，我自動呢會將佢講呢少少嘅，即係呢個係我個人嘅一個經驗同埋習慣，俾大家參考。咁第二個 SOP 呢，當我去 run down 完呢一啲新年四化之後呢，我大概會知道呢，佢好似畫龍點睛咁，即係話咗俾你聽你嘅煩惱或者你經常要兼顧嘅一啲咩位置嘅係一啲咩宮位、咩人物同埋咩事件，同埋大概係咩時間。好處又喺邊一度？我哋可以點樣去用佢？我哋可以點樣諗一諗佢為我哋帶嚟一啲效益等等。咁好啦，第三個狀態啦，第三步我通常就會轉宮位換太極點，尤其是呢，你發覺啲生年四化呢，唔喺自己嘅三方嘅時候，譬如喺呢啲咩疾厄啊、子女啊、父母啊。交友嘅時候呢，你可能會唔知點樣去解讀。咁我慣性呢，我會轉宮位，好明顯呢度呢，就對住呢個宮位嘅。我第一眼呢，我可能就會留意到佢嘅兄弟宮先。兄弟宮我可能第一個反應就係諗到佢嘅媽媽啦，或者佢一啲好緊密嘅合夥人啦。一係呢，就真係可能係兄弟細佬，尤其是係第一個細佬。第一個細佬就係睇兄弟宮。OK，咁第一個兄弟宮我哋望又係一樣翻返去第一個 SOP 啦。SOP 嘅第一點咩星？太陽巨門遇陀羅，呢個兄弟係咪謊話連篇？係咪講嘢冇句真？太陽巨門本身就係主騙，用口才去騙。巨門本身主騙，太陽係代表企喺個舞台前發光發熱，等你信佢，然後仲要好 talk 得，好講得，講出嚟啲嘢似層層，假都講成真。呢個就係太陽巨門。同埋太陽巨門呢，常見呢喺六親宮位呢，係代表一啲恐怖情人，或者一啲控制欲好強嘅家人。或者控制欲好強嘅朋友，好霸權嘅一啲人，好霸道嘅一啲人，因為太陽同巨門本身就係咁樣嘅特質。咁廉貞破軍呢，撞埋一齊呢，佢就兄弟宮呢就會變咗係一個太陽巨門。咁所以佢同佢媽媽之間，或者同佢兄弟之間，其實會唔會彼此係有一啲小秘密，係佢唔俾對方知，對方又唔俾佢知，或者人同人之間總係隔咗一陣。即係冇辦法去親近彼此，有一種距離感。因為巨門呢本身就係一道好大嘅門，咁佢有一種能力就可以遮蔽陽光，令到所有嘢呢變成黑掹掹，睇唔到，遮住咗陽光咁樣。總之你就係睇唔到，就係咁簡單。最簡單嘅講法就係好似人心隔肚皮，隔咗層肚皮，我睇唔到你個心。咁巨門就係嗰層皮，就係嗰種感覺。雖然呢個宮位同自己好近，好似就喺你舉起手就可以掂得到嘅地方，但係實質上呢，佢係同你距離最遙遠嘅人，因為佢係巨門。巨門呢係你不可親近嘅，太陽更加唔好講啦。太陽你根本就冇辦法可以掂得到嘅，太陽只可以遠觀，不可以接近，就係咁樣嘅道理。咁然後我哋會見到兄弟嘅財帛，
同埋兄弟嘅官祿。咁呢個時候呢，你用翻啱啱個 SOP 重新論一次啊，佢官祿宮有忌會點啊？對工作比較在意啦，或者比較偏執啊，或者做事有一種偏執，就係佢經常決定咗嗰件事係咁做呢，十隻牛都拉唔翻佢翻嚟嘅。跟住又有自發權，盲塞啦，比較忙碌啦，經常唔知佢忙啲乜嘢啦。但係忙嚟忙去，有機會得個吉都唔出奇啊，因為畢竟係一個自化狀態，可能過度忙碌，甚至乎工作上會唔會有啲矛盾情形出現，即係既要控制，但係又做得唔係咁順暢，因為始終官祿宮有忌呢，你又唔可以話佢好壞，但係呢，畢竟呢，工作上可能會一直為你帶嚟好多煩惱，咁變咗你要一直去解決呢啲煩惱，解決呢啲問題，所以變咗就係一個循環，就係會擺好多心機呢，喺一啲自己做嘅事上面，即係我會不停咁擺時間精力落去，因為佢不停咁出問題煩到我，跟住我又要處理，跟住處理完又出問題，我又要再處理，即係忌就係一個源源不絕咁樣湧出嚟嘅一啲麻煩事啊，一啲等待緊你去解決嘅一啲問題呢，就會經常喺忌嗰個宮位度重複又重複咁樣出嚟。咁財帛宮有祿有權當然係好啦，亦都係代表佢嘅兄弟呢，其實財運呢係好嘅，甚至乎呢，佢隨時都會有一啲大錢出入嘅。因為天機天梁遇祿權嘅話，其實你唔可以話個錢係細嘅。祿加權嘅話呢，往往都係代表大嘅嘢嚟嘅。咁佢嘅金錢嘅出入量呢，必定係大，但係真係都係嗰句啊，你唔好睇漏擎羊火星啊，佢嘅財務狀況亦都係好危乎，好危險噶。即係你唔知佢個來財呢，我會有個問號嘅。我可能會問對方，喂，你有冇兄弟？首先我會問。因為佢兄弟宮冇新年四化，所以我唔能夠確定佢係咪必定有兄弟。如果有新年四化呢，我就可能會問，應該係咪有個細路？但係因為佢冇，所以咧可能要同對方去核對有冇。佢話有，OK 好。咁想問你兄弟嘅來財呢，係咪嚟得比較快，嚟得比較多，但係風險性好高？咁你睇對方係咪答你係定唔係啦？就咁樣去驗證。但係呢個情況，呢個盤嚟講呢，佢嘅情況呢就係咁嘅。當然我哋睇盤嘅 SOP 咧，千祈唔好遺忘呢，就係你要知道對方其實想問乜嘢先，或者對方係想關注啲乜嘢，呢個好重要啊！你知道對方想關注乜嘢，你先去睇乜嘢。即係如果對方冇去問嘅時候呢，你突然間去望佢嘅兄弟咧，去分析佢嘅兄弟呢，其實就有少少over 咗嘅。不過你可以留意到呢，佢呢啲新年四化呢，都係兄弟嘅三方嘅時候呢，可能兄弟喺佢生命當中呢，會佔有一席位。或者兄弟嘅事業啦、兄弟嘅財富啦等等咧，可能會對佢產生一定嘅影響，因為佢新年四化咧，全部落晒喺呢啲宮位，甚至乎我哋可以話，可能家族生意啊、屋企留落嚟嘅一啲嘢咧，可能對佢嘅人生咧都會產生好大嘅影響，因為新年四化始終落咗喺嗰啲宮位。好啦，咁最後一點啦。就係呢，由始至終呢，未同大家帶到嘅就係我哋要睇心之所向，人嘅傾向同埋人嘅重心。呢個人佢 care 啲乜嘢？佢呢一生人會花最多精力喺咩地方？其實就要用佢命宮嘅宮干四化呢度演示一次俾大家睇。佢嘅命干喺月酉，我哋睇呢個月木嘅四化，所以大家呢，四化表其實要熟啊。就算你背唔到，你都最好打印出嚟擺喺度。天機梁子陰，呢個係祿，天機化祿，天梁化缺，紫微化科，太陰化忌。好啦，呢度有個點啦，你會發覺呢，佢重複咗，佢同佢新年四化重複咗。通常呢，新年四化同命宮干四化重複嘅人呢，佢呢一生人呢，佢個事件顯化呢，會比一般人更加明確、明顯。更加尖銳，因為佢個新年四化啱啱好就係佢自己個人之傾向同重心，即係變咗佢個生命裏面有啲乜嘢好同唔好嘅地方呢，佢都會好大力咁樣去呼應翻佢，因為佢自己都有咁嘅傾向。命宮干本身就係一個人呢，佢嘅一啲心裏面好重視嘅嘢，尤其是係忌嘅落點。好啦，咁我哋用呢個四化去睇，咁呢個盤比較簡單啲啦，我哋就咁睇翻呢幾個宮位就可以啦，因為佢嘅命宮四化都係一樣啊嘛，佢會忌去田宅宮，祿權去疾厄宮，科去紫微宮，即係呢個人佢會忌去自己嘅田宅，就係話呢個人比較宅，佢可能呢唔中意周圍走嘅，佢又或者佢對屋企嘅事務呢，佢會比較上心，或者當佢如果家族裏面發生咗啲事或者有啲咩問題嘅時候呢，佢經常都會係好擺唔低。
或者總係覺得自己咧有一種責任咧要去解決呢啲問題啊，或者解決呢啲煩惱，甚至乎咧佢容易住嘅屋咧為佢帶嚟煩惱。即係假設呢個人佢要買樓啊，咁佢可能買到嘅樓咧唔係唔好，因為佢嘅田宅宮嘅官祿宮咧係有祿有權嘅，即係佢買到嘅樓可能價值係高嘅，但係呢個樓咧，經常咧可能好容易混亂啦，住嘅地方好容易混亂啦，執極都唔乾淨啦，或者啲鄰居唔友好啦，或者鄰居有啲麻煩事啦。總之就呢間，因為呢間屋，因為呢個房地產，經常會帶嚟一啲要有待你去解決，要去征服嘅一啲問題。但係呢個問題咧，當你解決咗之後咧，佢又會產生一啲新嘅問題，即係好似源源不絕咁樣會出現一啲嘢，令到你會覺得煩。咁呢個人命宮如果再忌入去咧，就加深咗呢種現象，就係變咗佢亦都好主動、好積極咁樣為咗屋企人或者為咗家人去付出好多，尤其是係忌。忌係代表我個心咧，呢一生人都自己嘅心啊，呢一生人都擺唔低嘅一啲嘢。咁當我忌入咗嘅時候，就係代表我好偏執於呢樣嘢。你話新年忌已經喺呢度啦，佢本身已經係為你製造好多一啲令到你困擾或者煩惱嘅嘢。而家你仲要將自己個心都擺埋落去，你將自己全心全意嘅所有力量擺晒落去，咁就更加會感受到佢會因為家人而產生好多煩惱。而呢個煩惱發生嘅時間呢，大概會喺32到41歲，因為呢個忌嘅落點呢，就喺呢個田宅宮，就係呢個年紀。當佢大運命宮行到呢個宮位嘅時候呢，呢啲事件呢就會出現一個顯化。OK， 咁佢祿同權入疾厄宮，咁你可以話呢個人為食啦，中意食啦，因為佢自己祿入咗自己疾厄宮，權入咗自己疾厄宮，佢可能坐唔定，中意周圍走，中意跑動都有可能。但係好似啱啱我哋換宮位個方式嚟講，佢同時係咪亦都係佢兄弟嘅財帛宮？所以呢個人係咪好在意佢兄弟嘅財務，好在意佢兄弟嘅事業？兄弟嘅事業宮有忌，兄弟嘅財帛宮有祿權，佢命宮忌去咗兄弟嘅官祿宮，哇！佢好在意佢個細佬個事業喎。或者佢擺好多心機喺佢個細佬嘅事業度，或者佢好關心佢細佬嘅事業，但係佢細佬嘅事業呢，就可能成日呢會為佢帶嚟一啲問題同煩惱。咁佢亦都好幫佢細佬嘅財務狀況嘅，因為佢兄弟嘅財帛宮呢，佢自己命宮化咗個祿過去，即係我好 care 佢呢個財務狀況嘅，我好關心佢嘅，甚至乎我好會俾啲錢佢使嘅，因為我祿咗過去就係我錫佢，我愛佢，我對佢好，就係一種咁樣嘅流動嘅一個比較四化，佢唔似生年四化咁呢，係停喺度唔喐嘅，係一啲有嘅嘢喺度。而呢，命宮干四化就係一個我主動去做一啲嘢，我去付出一啲嘢，我嘅行動，我嘅行為，我 care 嘅嘢，我愛嘅嘢。好啦，咁佢落去嗰度嘅時候，就係我願意對佢好咯，我願意喺佢嘅財務上對佢好咯，幫佢咯，喺錢銀上可能無所不用其極，我都幫佢噶啦，因為我祿俾佢噶嘛，我有權俾佢，我覺得我幫佢係我嘅責任嚟噶，因為我係家姐啊嘛。咁呢個時候呢個權呢，就可以咁樣去體會，咁樣去用。但係大家要知道呢，其實呢度暗藏伏筆噶，因為佢兄弟宮嘅財帛宮其實有擎羊火星係有問題噶，你唔知道佢啲錢係究竟係有一啲乜嘢來路，或者係一啲因為擎羊火星比較難取象啊，除非佢呢個兄弟呢係做醫生嗰一類嘅職業嘅，即係可能佢係揸刀嘅，或者佢係一啲比較暴力少少嘅，譬如軍警行業，或者佢係做槍火買賣，甚至乎再極端啲，唔好極端啲啦，即係可能做警察啊，或者做軍官啊，咁可能擎羊火星可以應到呢個象。但係如果唔係的話呢，就代表佢呢個兄弟嘅來財呢，其實係高度風險性。大家明白嗎？喺呢個時候呢，其實要知道煞星呢，其實佢係可以應個象嘅。但係呢，前提你要俾對方一個建議，就係佢要點樣去做一啲乜嘢行業去應翻佢自己呢一個象。咁呢個盤呢，你冇辦法控制佢噶啦，因為呢個唔係佢嘅官祿宮啊，呢個係佢細佬嘅官祿，唔係佢嘅財帛宮啊，係佢細佬嘅財帛宮。咁你連當事人嘅細佬，你根本作為一個命理師，你冇可能干涉到嘅。但係你只能夠去睇到就係，佢要咁樣去應個象。如果佢冇應呢個象呢，咁基本上就基本上嘅錢係有啲問題嘅，尤其是佢呢個細佬，第一個細佬。好啦，咁當你睇完呢個命宮干四化之後，你就會發現，原來呢個係一個人心之所向，變咗佢呢，佢呢一輩子呢一生人可能都會非常 care 關於
呢個田宅啦，呢個疾厄啦，呢啲宮位嘅嘢，亦都可能好在意自己健康啦，但係可能亦都好中意食，好中意享受啦。因為疾厄宮畢竟係自己個肉體啊、身體啊嘛，咁中意身體嘅享受等等都有可能。甚至乎呢，因為佢祿同權喺疾厄宮嘅關係呢，呢啲盤呢，你可以建議佢多啲去用自己個疾厄宮，即係當然有擎羊火星都係爭啲，就係講緊可唔可以用身體去賺錢，或者可以做一啲按摩養生行業，或者係教人哋養生同健康產業相關嘅行業，或者幫人哋解決一啲健康上嘅問題。簡單啲嚟講係做醫療行業或者醫療產品行業等等，都可以為佢帶嚟好處。咁呢個首先呢，我哋將個格局定落嚟。好啦，咁最後呢，我就要講俾大家聽呢個盤究竟發生咩事。就係首先呢，呢個盤主呢，佢行到32到41歲呢段期間呢，其實佢就係創咗業嘅。大家會見到大運命宮喺呢度嘅時候呢，佢大運嘅官祿宮係有祿權嘅。呢個時候太極點轉咗啦，大運財帛宮喺呢度。我哋先將個宮位定落嚟啊。大運官祿宮有權嘅時候呢，就代表呢個人呢係會辛苦創業，因為有擎羊火星，佢有做一啲佢自己嘅一啲經營自己嘅事業等等。咁呢個時候我哋可以用到少少疊宮。大運官祿宮疊到疾厄宮，佢做嘅事業係咪會同醫療啊、健康啊、養生啊等等相關嘅一啲行業呢？咁第二樣嘢，佢嘅財帛宮會同乜嘢宮相連呢？佢嘅大運財帛宮其實係同兄弟宮相連嘅。咁佢嘅財務狀況係咪直接會受到佢兄弟嘅影響？呢個時候你直接就可以咁樣理解，因為佢哋兩個已經串連埋，就好似呢兩個人坐埋同一條船上面。呢隻船如果冧嘅話呢，就兩個人一齊跌落去嘅，唔係跌一個唔跌一個嘅。佢嘅財務狀況嘅好壞，其實係同兄弟宮係直接相關嘅，即係兄弟嘅狀況直接會影響到佢嘅財務，因為佢疊宮嘅因素。好啦，第三步，我哋見到佢大運命宮坐住一個忌有自化權，呢個運呢，佢好辛苦，好忙碌，同埋佢有一種被困。被困喺邊度啊？被困喺一個田宅裏面，被困咗喺呢個家庭裏面，為咗家人嘅事好煩。應期就喺呢段時間。天盤你見到佢因為屋企人嘅事煩，但係你俾個時間佢，佢會問幾時啊？幾時？咪就係32到41嘅時候咯。而且呢一個大運，你再望佢三方嘅星乘，有地空地劫、財來財去，基本上唔能夠為人作保，亦都唔能夠投資，因為基本上個風險係非常之高。因為呢，地空地劫最中意就係揾你有機會破財嘅位，有得破一定幫你破到盡，呢個就叫地空地劫。好，當我哋睇到嚟呢一層嘅時候呢，我哋已經抽絲剝繭到差唔多啦。你已經講到俾對方聽呢個運，但係即使你創業嘅時候呢，其實你都呢個運呢，其實都危乎嘅，因為你要好小心呢，你嘅工作或者你嘅事業體呢，其實佢會唔會有一個觸及到法律啦？你一定要提醒對方會唔會觸及到法律啊？唔好做灰色地帶嘢喎，因為廉頗嘅人係會做呢啲嘢嘅，佢哋亦都有呢個膽量喺度，但係你都要睇翻下佢其實有科星，但係循例上呢，我個人都會咁樣去同對方去講一講，當係俾對方個提醒，同埋你嘅事業呢，可能都好唔容易啊，困難重重，可能亦都有好多小人可能會從中作梗啊，去打擊你嘅事業，同埋你又有地空地劫，可能賺錢真係並唔容易嘅，同埋亦都係容易可能小心一啲財務方面嘅一啲周轉問題，因為地空地劫好容易造成呢一個人呢空洞啊，即係個錢個荷包空洞等等呢啲問題。總之你見到雙煞星喺度嘅時候，你要提醒對方喺呢個事業位裏面呢要小心。咁佢個事業係疊住咩宮位呢？疾厄宮。疾厄宮一開頭我哋講到係同健康有關啫，但係我哋轉埋宮位睇多一層，疾厄宮係咪兄弟嘅官祿宮？兄弟嘅財帛宮，兄弟宮嘅財帛宮，兄之財達到佢大運嘅事業，即係我兄弟嘅錢關乎到我呢個大運嘅事業，咁意味住啲乜嘢呢？可能係我嘅事業會唔會，如果萬一呢個擎羊火星帶嚟嘅係一啲破耗嘅話，或者問題嘅話，其實會唔會係因為同我兄弟嘅財務狀況有關呢？即係大家可以咁樣去串聯啊。點解我會向負面去串聯呢？因為佢呢個宮位比較空，有擎羊火星。
同埋加上佢三方有地空地劫，同埋佢坐緊忌，呢個係由幾個原因呢去幾個方向呢一齊去推敲出嚟嘅一個思路嚟嘅，並唔係無中生有。如果佢呢度冇擎羊火星地空，佢單純六權嘅話呢，我唔會話佢嘅兄弟會導致佢事業上嘅成敗，我反而會覺得係佢兄弟嘅財務可能對佢嘅事業係有幫助添。即係我可能會調翻轉咁樣去一個思路去諗，但係當佢咁兇惡嘅時候呢，我就會覺得會唔會係帶嚟問題比較多，同埋唔好忘記呢，佢兄弟宮本身呢係巨門嚟噶，巨門通常唔會帶啲咩好嘢俾你嘅，大家一定要有個基礎邏輯，星曜本身個本質個吉凶性喺入面，巨門本身係負面嘢嚟噶，佢喺命宮呢，你唔能夠話呢個人衰。但係如果佢喺六親宮呢，或者佢喺行大運嘅時候呢，佢通常帶嚟呢都係一啲隱秘嘅事物，或者一啲負面嘅事物，帶有秘密嘅嘢、唔真實嘅嘢、虛構嘅嘢、假嘅嘢、呃人嘅嘢等等，呢啲都同巨門係有關嘅，尤其是巨門與煞星。因為佢呢度係冇貴人星噶，佢呢度遇到嘅全部都係一堆嗰啲煞星嚟嘅。當然呢度佢命宮係有白天灰啦，你都可以計埋入去。但係咧首當其衝呢，你一定係要望到巨門同陀螺呢個人一直喺度轉牛角尖，佢究竟喺度轉啲乜嘢？佢喺度計算緊啲乜嘢？佢喺度諗啲乜嘢？呢個時候就要有一個基礎嘅概念喺度，同埋你要知道呢個人本身個大運行到你呢步嘅時候，有地空地劫，本身都係會出現問題嘅，所以更加應該步步為營。好啦，咁件事就係咁樣啦。好，咁最後呢，我就會睇多一個步驟，咁就完成晒成件事。就係如果我已經知道兄弟宮可能兄弟宮嘅事業會造成問題嘅時候，我可能會用兄弟宮大運嘅兄弟宮去直接見到佢係沖財，用巨門星去化忌沖佢嘅財，兄弟破財，簡單直接快。好啦，咁去到最後呢，我要同大家講一講究竟呢個案主發生咩事。咁喺32到41呢個階段，啱啱講咗啦，就係佢創業，咁啊有啲股東嘅，佢都係同人 partner 做生意嘅，咁啊一開頭 OK 嘅 run OK， 但係佢細佬呢，就可能話想加入佢嘅事業度，即係一齊去做下嘢賺下錢咁樣，咁佢拉埋佢細佬呢入呢間公司，就當然俾個職位佢，俾個唔錯嘅職位佢咁樣做啦。但係後來呢，佢細佬呢就虧空公款，將其他股東嘅錢同一啲佢嘅錢呢，就全部 cap 水 cap 走咗，即係我哋俗語我哋廣東話所講嘅穿櫃桶底，就係咁簡單。跟住後來呢，佢家姐呢就係因為呢件事呢冇辦法，變咗幫佢細佬呢孭咗一身嘅債，然後呢亦都要選擇去退股，即係呢間公司佢唔可以再留落去啦，因為你帶個人入嚟，你細佬，你搞到而家間公司條數咁樣樣，你除咗要還呢筆錢之外，唔該你退出呢間公司，咁變咗合夥都冇咗啦。呢間公司亦都係佢退出咗啦，就佢其他呢嘅合夥人繼續去經營，咁佢就要幫佢細佬還呢筆債，佢頭呢都未知咩事，後來呢，經過其他親戚先至知道，原來佢呢個細佬呢，咁多年嚟呢，其實一直喺出面呢周圍賭錢，周圍喺度賭錢，佢有錢嘅時候呢，都係賭贏翻嚟嘅，即係佢成世人呢，其實佢都喺度即係投機啦、冒險啦，咁大家跟翻我啱啱頭先前面嗰啲 SOP 去描述嗰啲嘢，自己去對號入座啦。跟住佢先至知道佢細佬已經爭咗人好多好多錢，直頭依家攞咗呢筆錢之後，連個影都冇埋，係連個人都揾唔到啊，係揾都揾唔到啊，根本已經係爭人錢爭到俾人追斬啦，所以先至話想入去佢家姐到公司嗰度。其實呢，由始至終呢，都係鋪排咗。諗住喺佢家姐間公司度睇下 cap 唔 cap 到水，即係揾個財務嘅位嚟做，跟住其實就係一心諗住去穿櫃桶底。咁呢筆債呢，佢家姐就硬食咗，咁佢就行呢個運嘅時候呢，就真係財來財去，做乜嘢呢都係要還錢還債，賺得多都冇用，有祿有權，收入多工作機會多都冇用，因為呢啲錢呢，基本上全部都係要攞嚟還俾啲股東，同埋還佢細佬啲債。咁後來呢件事後續發展就唔知道啦，太多詳情就唔清楚。咁我今日呢，就用紫微斗數呢喺呢度演示一次俾大家睇。咁呢內容呢，其實係有少少複雜嘅，因為涉及到少少大運嘅資訊，同埋少少好多轉工嘅嘢。咁大家亦都可以參考下呢我呢個睇盤呢本身自己嘅一個 SOP， 同埋一個點樣你由本命盤開始切入，去記得對方呢個盤裏面嘅重點、重要嘅事物。等等呢一啲你全部可以去睇晒先，然後最關鍵係今日帶出嚟一個新思維，就係命宮干嘅四化究竟有啲乜嘢重要性。
咁今日嘅影片就講到嚟呢度，大家可以慢慢咁樣去聽去消化，因為轉宮位嘅時候轉得比較快。按照住我啱啱講嘅嘢喺呢個盤度跟住個四化去行去望一望，咁大家呢個局面就會清晰好多噶啦。咁令到大家冇咁悶呢，先加插噶嘛呢一課，下一課呢就會開始講翻星曜噶啦。咁下期再見啦，拜拜。